心。那这告别先生呢，就赶紧走去甲主持讲阿婆也过来啊，阿婆也同款，口两边目睭拢肿起来。那这主持呢，伊就出去外口，去阿婆身躯边对即个阿婆仔讲，伊讲你敢有啥代志无法度通解决，你讲出来不要紧。如果讲我若做会到，我会尽力甲你帮忙。那即个阿婆仔伊太过伤心啊，伊敢若哭命，伊无甲主持回答。即个时阵，主持心内就伫咧想，伊就对即个阿婆仔讲，敢是你的囝对你不好？那即个阿婆仔呢，听到主持安尼讲呢，伊就讲出声讲，啥讲呢？我囝呢是我迄个邻里内底上友好的，啥讲我囝不好？那主持就想讲，你囝对你友好，还是讲你媳妇对你无好咧？即个阿婆仔呢，伊就在长夜中呢，就讲，伊讲阮媳妇对我真好。那主持无法度了解，就讲无到底是啥物代志？互阿婆仔你遮尔啊伤心，那即个阿婆仔就讲啊，伊讲伊有两个后生，一个后生伫咧卖草鞋，那一个后生伫咧卖雨伞。伊也透早起床的时阵，看到天气遐尔啊歹，看到要落雨，伊就为着即个卖草鞋的后生伫咧烦恼，烦恼讲今仔天气遐尔啊歹，落雨哪有人会来甲我的后生买草鞋咧？伊就为着即件代志伫咧伤心。那天气好的时阵呢，伊又搁会想着讲，我后生迄个大汉后生卖雨伞。那今仔日呢，天气遐尔好，我即个大汉后生是要安怎做生意？伊就因为着即件代志伫咧烦恼，伫咧伤心。伊甲即个主持讲伊知影，讲我知影，这是上天伫咧处罚我啦。那即个主持就笑笑呢，对即个阿婆仔讲阿婆仔，你想安尼毋对啊！你何不来转一个观念咧？你若无来讲，若天气好的时阵，为着我即个卖草的后生欢喜，欢喜讲今仔天气遮尔啊好，我卖草的后生一定会当趁一笔钱。若落雨的时阵呢，你搁替即个卖雨伞的后生欢喜。安尼你毋是逐工拢会当过着真快乐的日子嘛？咱随前篇内面，有当时咱在咱修的过程当中，有可能咱会拄着不如意的代志。人讲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